过来是台中的消息，前几天才有一间国小的代课老师伫个教室翕迄个烫光光的相片，抛去咧网络顶去互改评。即摆阁有人穿着台中某一间高中名校的运动衫，伫个校园内底嘛是来翕迄种烫光光的相片。警方已经开始咧调查。 这张相片内底是教室场景，镜头竟然出现本案的景象，一位穿高中制服的男性无穿衫翕相，相片出现伫网络顶，消息一传出来，教育局随来报警。衣服呢有类似，但是我们再注意看领子部分不一样。防怀疑的高中出面讲，经过调查，毋是因学校。 台中前几天有一间国小才逼出代课兼班导师伫教室内底无穿衫翕相，教育局长讲该撤职就撤职，教评会嘛做出改评的决定。看起来似乎是有人利用这个大楼关闭之前擅自进入去教室去拍摄这些不雅的照片。如果这个是这个学生的话，我们就会依校规来处理。 即摆伫 Twitter 出现的高中本案的相片，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不管是倒一间学校，拢代表校园安全管理爱搁加强。教育局已经请所有学校强化安全机制，嘛请老师加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避免发生意外。